大家好，大家有冇見到我今日呢新嘅裝扮啊？呢身裝扮咧，今日 K 姐咧化身為呢個廚師。咁其實 K 姐真係一個廚師，除咗係奶茶王冠軍之外咧，其實我都係一個廚師嚟嘅。因為喺鋪頭嘅工種咧，全部都有我份做嘅。咁啊，今次咧就係突然之間走出嚟咧，就係要同大家介紹一種就係我而家新出嘅產品。咁啊，名為咧呢一個咧叫做蝦冰蟹醬。蝦冰蟹醬，咁啊，大家就會覺得啦，咩嚟㗎？咩蝦冰蟹醬啊？係咪 XO 醬啊？好聰明啊！接近，因為 XO 醬咧，其實咧就係一個瑤柱啦。咁啊，因為瑤柱名貴啊嘛，咁啲人咧就自稱為 XO 醬。咁啊，坊間咧就非常之多 XO 醬啦。咁啊，K 姐咧喺鯉魚門做海鮮㗎嘛，咁啊，所以咧我有見及此咧就觸發到，咦？不如我將個瑤柱拎起咗，就加咗新鮮嘅蟹肉。咁啊，夾雜咗咧我諗有成3-5款嘅蟹肉，唔同蟹肉就買翻嚟咧就拆肉，就加落去我呢一個醬料度。咁啊，今次咧就係終於面世啦。其實我都試咗差唔多有2個月嘅時間。咁啊，希望咧大家會中意我呢一個蝦冰蟹醬。除此之外咧，好多人就問啦，呢個蝦冰蟹醬我親手煮頭一陣，我每一次煮咧100樽，因為我自己生產，入邊有啲咩材料咧？例如有紅葱頭啊，一個1級嘅蝦米啊，或者係啲靚嘅辣椒啊。咁當然啦，有啲其他地方咧唔能夠盡錄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畢竟咧都係我自己嘅私伙，自己研製出嚟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去捧場中意。咁啊，好多人就話啦，呢個蝦冰蟹醬點賣啊？咁梗係最好嚟銀龍咖啡茶座啦。點解啊？大家都想見下我噶嘛，係咪啊？我自己講啊，但唔緊要，希望咧大家入嚟銀龍咖啡茶座啦。其實我想見下你哋。咁如果有啲人話，K 姐送唔送貨啊？送貨就貴咗啦，因為咧運費自付啊嘛。除非你話有成20-30樽咁我你一次買，咁我可能我就會安排下呢個送貨。咁而嚟緊咧有冬至啊，或者係過年啊、聖誕啊，好過你買啲咩沙啤奇嘅朱古力啊，或者係曲奇餅。咁希望大家咧都要選用我呢一個咧，全部人手純手工自己製嘅XO 醬，其實就叫蝦冰蟹醬。咁呢個蝦冰蟹醬咧，你哋而家望到呢一個咧，遲啲咧仲會有我嘅頭像，新出我着呢件衫嘅貼紙嘅喎。咁咧慢慢改進，咁希望咧就越做越好。咁啊賣嘅價錢，好多人好心急啦，究竟點賣咧？咁其實我哋而家咧呢一個咧就係手工製，純手工製，就冇防腐劑，咁咧就可以擠9個月嘅時間。價錢咧就係賣188蚊一樽，咁嗰個容量咧有180 ml 嘅，咁188蚊樽。咁如果咧你哋團購滿夠20樽嘅咧，K 姐可以有團購價168蚊。咁如果大家喜歡嘅咧團購咗，咁我咪安排送貨咯。咁至於咧運費自付呢度咧，我哋再慢慢私聊傾。如果你話點樣落 order，咁你哋可以留言喺97573938，可以留言喺97573938。咁好多人就話啦，除此呢個有咩賣？其實我哋嚟緊咧都會有鍋鏟啦、糕點啦，其實每一年咧我都係喺啲唔同嘅季節性咧，我都會賣一啲唔同嘅嘢。咁今次呢一個咧就係萬眾期待隆重推出，希望大家咧一定要支持我呢個蝦冰蟹醬。其實已經咧靜雞雞咁樣賣超過200樽噶啦，但係因為時間嘅關係咧，我而家咧先至話俾大家聽，原因就係我煮唔切，真係我煮嘅呢一個，尤其是頭呢200樽啊，所以而家趕及咧，大家要即刻落 order 啦！記得嚟銀龍咖啡茶座支持呢個蝦冰蟹醬。咁呢個研製咗咧，入邊有好鮮味嘅海鮮味，辣唔辣啊？咁你因人而異啫，我就教咗微辣嘅。咁有啲人就話唔夠辣，咁你就自己加辣椒油啦。因為咧咁咧就可以大眾化食。咁啊記得啦，嚟銀龍咖啡茶座去訂購呢一個，或者留言 WhatsApp 俾我，記得係我同你回覆咗先至係確實，因為咧如果你嚟到現場咧，可能會未必有貨。咁我每一次咧會有做研製100樽，咁啊煮完之後咧賣到咁上下，又再煮100樽，咁有9個月嘅有效期啦。食咗就擠雪櫃啦，開咗就擠雪櫃啦。我自己就大讚話好好味啦，希望你哋都中意我嘅心意，名為蝦冰蟹醬，個名好唔好聽啊？我設計㗎，希望大家支持下好嗎？記得嚟銀龍咖啡茶座訂購呢個蝦冰蟹醬。多謝。